兵卒。臣建議趁天气转暖，把兵马可以分成2支，一支重兵对付函谷关下的联軍。開戰後，先是猛攻，然後佯敗，將聯軍誘至修魚這個地方。此處是攝伏的絕佳地，讓司馬錯率另一支重兵等在此處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我們在修魚，好好招待他们。大王，魏軍重甲直戈佩劍，我們新研制的大批弩機正好用來對付魏軍的重甲。至於韓國的弩機陣仗，魏國的重甲兵卒是弩機陣仗的守護，攻破了魏國的重甲，兵馬可以從側面進攻，使得弩機陣仗成囊中之卵，一擊即破。前陣子我讓樂女們排演了幾曲楚樂，聽着還算雅致。今日正好立春，請姐妹們來交房殿清真淺酌，共享行雲流水。我昨日就差你去請大公主，为何大公主没来？婢子去了2趟，可大公主身邊的人說，大公主身子不適，不來了。月妹妹，你與大公主一向熱絡，不知夢瑩的身子是否要緊？我去探望過幾次，但大公主一直不肯見人。大公主一定在與人慪氣呢。她是大公主，她那身份容得下與人慪氣。怎麼，是芈月阻攔大王迎蘇秦回咸陽的嗎？宮裡都是這麼傳的。芈月與夢瑩情同姐妹，她為什麼要這麼做？說是為了張儀。幾位姐妹聊得好熱鬧，能否說出來讓我也聽聽？王後，大公主病得蹊蹺，依臣妾看，還是得請一位靠得住的太醫去診診脈才好。妹妹提醒的是，珍珠，奴婢在。你去找太医令，讓他派個好點的太醫，專門照料夢瑩，好好調理她的身子。是，奴婢這就去辦。月妹妹，乾一杯，為了你我的姐妹情誼。公元前317年，秦前左庶長初里吉率軍出函谷關，反擊韓趙魏3國聯軍，於修魚大敗聯兵，斬敵8萬多。俘獲魏國大將申差和趙國公子可，韓國太子渙戰死。函谷關之戰是戰國時期最後一次諸侯合縱攻秦之戰，從此6國再也無法抵禦秦國的兼併。今兒餓不餓呀？要去多吃一點，好不好？吉兒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。吉兒又長高了。對。大王今日這麼早就下朝了？今日大朝沒什麼事，只是談論了一下此次大捷的封賞。我已下令將修魚之戰的捷報傳諭全國。自商鞅變法以來，秦國勢力日強，6國一直想聯手將秦國打壓下去。這一戰之後，恐怕他們再也不敢小覷我大秦了。諸國戰敗，只得給大秦割地賠償。張子這次出使列國，定會風光得很。大王，是否讓張子出使，先去趙國？我知道，你這是為大公主計。哎，好香的飯食啊！寡人在這裡用晚膳。大王好口福，
今日做了白果燉老鴨，鴨肉性涼，大補虛勞。今兒和大王一樣，喜歡吃鴨子。這次修魚之戰，你弟弟魏冉和公子華都立了大功。真的？那要給弟弟和公子華封賞了。司馬錯在奏章上將魏冉好一頓誇獎，說修魚之戰，魏冉提供了絕佳的伏擊點，兵領軍以5000人擋住了好幾萬韓魏聯兵，為處理子的追兵到來贏得了時間。太好了，魏冉沒有給你和寡人丟臉。月兒，該感謝司馬錯將軍調教有方。小冉從軍時還是個孩子，他在軍中長大，向驍勇善戰的將士學了一身本事，那是他的幸事。也是他夠努力有天分。這麼多軍中勇士，人人都有同樣的機會，唯獨是他立下大功，證明他才幹出眾。寡人準備好好賞賜於他。那大王打算賞他什麼？司馬錯上表說，請封他為君侯，賜大夫爵。寡人勸你封他為皮將軍，賜攻城爵。月兒多謝大王。小丫頭，此次為何不謙讓了？當仁不讓。倘若大王因為寵愛我而賞他，或者是他絕不抵攻，那才需要謙讓。如今大王賞賜他，是因為魏冉自己立下的軍功，我何必替他謙讓？好一個當仁不讓！更何況，大王欲提拔軍中青年將領，以替代世襲軍將以及老軍頭，月兒深以為然。眼下前門收拾了猛虎，後門該教訓惡狼了。寡人騰出手來，打算關照一下攪擾我大秦多日的一群人。那大王打算讓誰去？我知道了，定是那個剛剛被封了皮將軍、賜攻城爵之人。大王放心，魏冉定會知恩圖報，再立新功。知寡人者，芈月也。痛不痛？不痛。姑姑看着都痛，公子怎会不痛啊？只是皮肉破了，又没有掉脑袋。當兒這孩子太莽撞了。早上當兒和壯兒一同去騎馬，內侍們照應不周，兩個人